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使徒行传》第2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明文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做我们生命上的光跟路上的灯。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要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17章。求你亲自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为今天带领共读的陈牧师祷告，愿你的圣灵充满他，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带着亮光、能力跟安慰，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6章，好，那有看见，在腓立比的祷告的地方，好，那吕底亚一家是敬虔敬畏神，好，但是却有人是用法术邪术要发大财。那这个女仆跟随保罗一群人，但是虽然是在颂赞上帝的伟大，好，那但是却让人听起来是在污蔑神的名，因为里面的那个灵不对，有邪灵在人的身上。那当保罗、希拉被关在监狱当中，对照彼得，那保罗、希拉是在半夜唱诗赞美神，并且地大震动，也使狱卒一家、狱警一家来听了主的道，就半夜受洗，并且全家充满了平安喜乐。那保罗和希拉也用智慧，那他们让腓立比的长官，甚至是腓立比城的市长亲自来放他们出来，那来平反他们所受到的冤屈啊。那么接下来今天来进入第17章，那也是保罗第2次布道旅程，那看见他的脚踪越走越远，上帝的带领，好，那一路要到希腊半岛去。那第2次宣教旅行从安提阿经过了大树特庇路斯的以哥念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一直到特罗亚，那看见异象就跨海经过萨摩特拉，来到了尼亚波里，那这是欧洲的第一个登陆点，然后再到腓立比。那今天会继续看到的是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帖撒罗尼迦、庇利亚，他一路来到了雅典。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来多看几个在欧洲希腊半岛的城市。那我们请明文执事带我们来读17章的1到9节。明文，OK。好，保罗和希拉继续他们的旅程，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习惯进会堂，连续3个安息日，根据圣经跟人家辩论，讲解并证明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他说：“我对你们传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其中有人信了，成为保罗和希拉的同道。有好些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也信了。可是当地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一些市井无赖，纠合成群，在城里引起暴动。他们闯进耶稣的家，要找保罗和希拉，把他们拉去交给暴民。可是找不着，竟把耶稣和其他几个信徒拉去见地方官，控诉说这般扰乱天下的人现在来到本城，耶稣竟收留他们在家里，他们违反皇上的谕令，说是另有一个王名叫耶稣。这些话使群众和地方官起了一场骚动。地方官命令耶稣和其他的人缴款聚宝，然后释放他们。好，谢谢。那这里一开始提到了3个城市，
好，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和铁萨罗尼迦，那他们离开菲利比。好，安菲波里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被河流所环绕。那它是一个土场肥沃，好，有产酒、有无花果，好等木材、毛织品等等。那也有罗马帝国的军事大道经过，成为商业的中心。那这个是用电脑所画的安菲波里的这个假想的图啊，好，可以看到虽然是在海边，好，在山上，好，但是它的建设非常的完整，好，那当然也是为了罗马大道好能够通过在这边所开发的城镇。那现在可以看到安菲波里古城好的这个考古的遗迹，好，那大概是在主前437年就所建啊。那今天的安菲波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古迹，叫做安菲波里之狮。好，那这个雕像呢，好是在主前的第2世纪，或是更早主前第3世纪啊。好，那是为了纪念一个总督，好那时候所雕刻的。好，所以应该在保罗来到的时候，好这个是安菲波里之狮的雕像就存在。那今天这是可以看见所留下来的安菲波里。那安菲波里从菲利比到安菲波里大概有53公里。好，那接着又来到了亚波罗尼亚，好，这个路线大概又走了48公里，好，来到了亚波罗尼亚。好，那亚波罗尼亚这个城的名字意思就是属于阿波罗的，那就是把这个城市要献给阿波罗的，是一个商业军事的重镇。那亚波罗尼亚是用希腊的神明阿波罗来命名，是希腊神话，阿波罗掌管光明和太阳，也是殖民者的守护神。好，那亚波罗尼亚呢，在当时据估计在鼎盛时期，这个地方有住着多达6万人6万人。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城镇。不过在使徒行传当中，只有在这里提到，并没有再提到这个城镇。那还有它有一个石墙，有5公里的石墙。好，那可以看到亚波罗尼亚现在留下来的这些神殿，还有这些的神柱，留下来的遗迹。好，那也知道在这里曾经有很好的开发。那但是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都不是保罗停下来的地点了。那他一路这样子，路加的记载其实这时候可以看见路加已经没有在这个行程上面了。就是路加他从特罗亚加入之后呢，离开菲利比这段期间，那路加就没有继续在这个行程当中，所以变成用他们。如果路加有加入，就要用我们。那他最终来到了一个路加要写的就是来到这个铁萨罗尼亚，铁萨罗尼迦，这在我们圣经当中就是这个铁萨罗尼迦。好，那这个城镇的意思呢，就是胜利。那它胜过虚位那离亚波罗尼亚大概要走60公里之远。那是一个曾经是马其顿省的首都。那里面有许多犹太人在这里定居。那在今天这个铁萨罗尼迦仍然有住20几万的人口在这里。那这铁萨罗尼迦的开挖呢，考古的开挖是在1962年。好，那因为迁移一个市区的公车站，好，结果发现了很多的考古的遗迹，往下挖，发现里面居然有罗马广场，还有公共浴室，还有罗马的铸币厂，还有罗马的露天剧场。好，那这个时间一直追溯到主后的第1世纪，就是到保罗的时代。好，那在甚至还有铁萨罗尼迦的一个门，好，发现了一块碑，这个碑上面写地方官地方官的这个官衔呢，头衔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所用一样的字好，所以在使徒行传17章第6节，那所以这个职称呢，好是一模一样。好，所以在1962年之后的到现在大概60年这样子来的考古呢，
好发现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所记载的居然和使徒行传路加所记载的吻合好，所以这个考古的发现呢，更确证整个圣经不仅是使徒行传，甚至整个圣经的可靠性好，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在今日的照片依然是一个大城依然有人居住，但是下面有挖出很多的考古的遗迹。那保罗进入会堂，好，那虽然他是要往外邦人去，但是他都会先进入会堂，并且跟人辩论，证明基督受害，然后死里复活，然后他所要传的信息就是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个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向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知道基督，但向着外邦人呢，保罗就必须要从犹太人身上来见证上帝的同在。那也有人相信，那他们有这些信的人，还包括外邦人、希腊人，还有妇女的领袖，那就是尊贵的妇女，就是指上流社会的这些妻子那但是呢，却也引来了犹太人的嫉妒。那这个犹太的嫉妒呢，是他们的嫉妒在嫉妒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很多的人都来跟随保罗和希拉，甚至连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都跟了保罗，所以我想这是路加这里提到的嫉妒的重点就是他们好像把人的心都带走了，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些流氓、地痞流氓、市井无赖就和成群在城内扰乱声势然后引起暴动，甚至闯进耶孙的家可见保罗和希拉那时候是住在耶孙的家中。那耶孙这个名字呢，在希腊文是指将要医治的人，将要医治的人。那如果在犹太人呢，耶孙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那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他们呢，就透过这一群的暴动呢，然后要找保罗和希拉，可是呢却没有找到保罗和希拉，就把这个耶孙呢，就给带去见地方官那这地方，刚才讲那个石碑上刻的这地方官就这个字那就是指市长，市长。好，那因为这个市长在那个那个刻的那个碑上面呢是复数，好，那所以也知道说在当时的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市长一起来管理，好，那总共有5个市长，那所以这些呢就抓了一个人抓了一个耶孙，好，然后呢来控告到市长们的面前，好，然后控告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到这里来了，好，所以犹太人好，他们有听过保罗和希拉，那也知道他们曾经所做的，所以说意思说好像这是一群瘟疫一样，好，那他们现在也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好，那他们呢控告他们罪名就是他们违反皇上的谕令，违反这个凯撒罗马皇帝的命令，说另外有一个主耶稣那这个主另外有一个王叫做耶稣，另外有一个王，所以这也是从政治上的迫害、宗教上的迫害到政治上的迫害，就是要联手起来。那这些话呢，果然也引起骚动。但是呢，这个骚动呢，罗马还是有法律，还是有这个遵循法律，有法治，所以他们查明之后，第9节这些地方官呢，查明之后呢，要他们缴保证金，保证就是他们不会照这些人所控告的，就释放了他们，所以这是保罗、希拉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所引起的骚动。好，那接下来再请明文带我们来读第10节到15节。一到晚上，信徒们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他们到了那里，就进犹太人的会堂。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他们热心的倾听信息，每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保罗所说的是不是真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信了，有许多希腊上流社会的妇女和希腊男子也信了。可是
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听说保罗也在庇里亚传上帝的道，就到那里去捣乱，煽动群众。信徒们立刻送保罗往沿海地方去，希拉和提摩太却留在庇里亚。护送保罗的人一直把他送到雅典，然后回到庇里亚，带来保罗所交代的话，要希拉和提摩太尽快赶到他那里，跟他会合。谢谢。那保罗、希拉虽然没有被找出来，因为他们应该是被藏起来，然后耶孙呢被抓出去顶罪，但是耶孙缴了保证金之后呢，当天晚上这些弟兄们就是教会的信徒就立刻把保罗、希拉送往庇里亚，大概是70公里这趟路大概70公里。那他们去了庇里亚，他们一样去试水温，还是不放弃犹太人，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这庇里亚的城镇的意思就是有溪流的，或是指灌溉良好的地方。好，那在现在还是依然有人居住是建于主前的第4世纪就已经开发的城镇。那在路加提到这个庇里亚呢，是一个比跟帖撒罗尼迦比起来呢，当庇里亚的人呢就比较开明。那就是比较心灵尊贵，意思就是他们的心灵比较尊贵，思想比较高尚，因为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热心领受这些的道，就是保罗所传的道，还有天天查考圣经，就是他们会引经据典，还有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所以这是庇里亚跟帖撒罗尼迦，路加在这里做的对照。帖撒罗尼迦呢，他们没有去查考。好，那庇里亚的这个故事我们就有机会再介绍，但可以看到这庇里亚这个城镇的情景和照片呢，今天依然有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好，那他们除了查考圣经，好，那也明白相信之后呢，他们就相信了，不仅是希腊上流社会的妇女，还有连外邦人希腊的男子也信了，所以这群的外邦人，他们也因着这样来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知道保罗在庇里亚，所以他们又追杀过来，也一样追赶了70公里，那一样的手法，煽动挑拨群众。那所以这些庇里亚弟兄们呢，又立刻送保罗到海边去就是不要再往内陆，再往海边去。那希拉提摩太呢，就留在庇里亚，所以我们照这里知道说，提摩太跟希拉提摩太继续跟在保罗的身边。那同时呢，也护送保罗的人呢，把他带到雅典好，那这一趟路呢就非常的长就从庇里亚一路来到了雅典。好，那从庇里亚到雅典呢，这将近是上千公里的路程好，那因为它是从海边走，所以可能速度会比较快。好，那如果是路上的话呢，速度就会比较慢，因为地形也比较曲折。那当来到这个雅典呢，好，这个地方呢，好，那也是在圣经当中介绍，那也是一个在罗马时期的主前400多年是雅典的黄金时期虽然到了保罗那个时代，雅典已经被罗马所取代，但是呢，它曾经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历史上的高峰。好，那这个雅典有很多的介绍，我们应该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有去过，好，那就会认识那它这个雅典的这个城的名字呢，是雅典娜女神，雅典娜。好，那雅典娜这个意思呢，就叫做不确定，不确定。好，所以跟保罗等一下会在这里介绍这个卫士之神，其实也很有关系这个城名就叫做不确定了。好，那这一些雅典的照片。那这是从这个雅典的神庙往海边看过去，好，那保罗就是从大海来进入雅典，好，那这个是空照图，可以看到在雅典的这个广场，好，那还有这个地图，那有奥林匹克的这个宙斯神庙，好，那这个圆形的广场，好，可以容纳非常多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好，是一个到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了。好，但是保罗是当初来的时候呢，是单独一人。为什么他单独一人呢？好，因为他是被护送到这边，被赶快，因为有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在追杀他、追赶他。好，接着再请明文带我们来读16节到21节。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非常难过。他在会堂里跟犹太人和敬拜上帝的外邦人辩论，又每天在广场上跟偶然遇到的人辩论。有些伊壁鸠鲁派及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也来跟他争论，有的说这走江湖的在胡吹些什么，也有的说他好像在传讲外国的鬼神。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保罗在传耶稣和他复活的福音。他们就带保罗到亚略巴古的会议上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你所讲论的新学说吗？有些事我们听来觉得非常奇异，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雅典人和所有旅居在那里的外国人都喜欢把时间全花在谈论新闻、打听消息上面。谢谢。那这个雅典好，它的黄金时期好，虽然保罗来，但是这个依然是一个殿堂哦。好，那很多的希腊哲学家好都是从这个地方好来发迹。那他们保罗看到这个雅典呢满城的偶像，好，大概是他从安提阿好一路来到雅典好见过最多的神庙，那心里非常的难过。这个心呢，原文是灵，就他灵里面呢非常的难过。好，在这难过呢，好的意思是指愤怒，好，怒火中烧，或是被刺激啊。所以保罗一个人来这边，好，但是他的灵里面呢，好，觉得这个地方呢却没有来认识神，好，这么一个出名的地方，好，这么一个有辉煌历史的地方。那他也一样到会堂，好，到犹太人的会堂，跟这群的犹太人，还有敬拜上帝的外邦人，好，所以因为犹太人他们迁到这里，所以犹太人也影响了当地的社区，也影响了一些人来敬拜上帝，好，其实他们是外邦人，好，那他们就跟他们辩论，好，所以保罗的方式呢，一样是引经据典，跟他们是辩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腓立比，好。到欧洲啊，好，保罗并没有刻意的行什么神迹，好，那他有赶鬼但是很少用这种医病啊，好，用这种神迹的方式，好，反倒是一路上呢都是用上帝的道、上帝的话，用圣经好来跟人辩论。那在这里，圣经也提到了伊比鸠鲁和斯多亚，好，这个历史。在希腊哲学后期好的代表性人物啊，古希腊呢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好，那晚期的希腊哲学呢就是伊比鸠鲁和斯多葛，好，或是斯多亚，好，那伊比鸠鲁是比较属于快乐主义，好，那就是活在当下，好，那斯多亚呢就是属于受苦主义啊。好，他强调灵魂不灭，好，那所以他会追求好这个灵魂的高尚啊，好，那还有是后期的希腊哲学，还有怀疑主义啊，好，那这都是在圣经当中，我们也居然可以看到这些人，好，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7章，好，里面有很多的字，好，包括这个地名，好，都是在圣经当中只有出现一次的，好，唯一出现的，好，在17章。所以，包括这些哲学家的名字，好，连哲学家这个用词也在圣经出现一次，好，有哲学家，好，就是在17章的18节。那这些哲学家在辩论，好，说他们在胡言乱语什么，好，他们在胡吹些什么，好。那18节说，这走江湖的在胡吹些什么？好，和本翻成胡言乱语。好，那这是指一种动物，好，白嘴的乌鸦。好，那这种乌鸦都在市场里面捡食为生。好，那这是圣经唯一可以看到这个字。后来形容是一个很多嘴的人，好，就是乱讲，好，乱吹这样子。好，那他们呢，听说他们在传外国的鬼神，好，所以希腊人呢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
雅典的这个殿堂上面呢，好叫雅略巴谷。雅略巴谷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战神之巅，好巅峰的巅，也是一个最高的法院。那他们就想要在这里好来了解这个保罗带来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好，因为21节提到说，原来希腊人、雅典人，好他们都无所事事，好都没有时间去管别的事情，他们的时间都投入在这个雅略巴谷上面谈论新闻、打听消息。好，可以说他们想要得到很多的资讯了。好，那这就是雅略巴谷。好，今天可以看到从雅典的卫城，好来看到对面的雅略巴谷的山上，好比较低的地方。那这就是他们在这里好谈论好各种的话题的地方。好，那在雅略巴谷呢，也有这个卫士之神的祭坛，好，上面有一个铭文，好，上面的翻译是无论是对神或是对女神的神圣，那对由执政官的儿子某某某在元老院投票来修建这个祭坛哦。好，那接着再请铭文，好，咱们来读22到31节。保罗站立在雅略巴谷会议上说：雅典的居民们，我知道你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热情。我在城里到处走动，观看你们崇拜的场所，竟发现有一座祭坛，上面刻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位你们不认识却在敬拜着的神。这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乃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所建造的殿宇，也不需要人的任何供奉，因为他自己把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人类。他从一人造出万族，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而且为他们预先定下了年限和居住的疆界。他这样做是要他们寻求上帝，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相距不远。有人说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又如你们当中某诗人说的，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幻想上帝的本性是可以用人的技巧，用金银或石头所雕制的偶像来比拟。当人类处在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不加深究，但现在他命令全人类要离弃邪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定下了日子，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一个人，用公义来审判全世界。由于使这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凭据给了全人类。好，谢谢。那这一段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那5篇的讲道篇，传讲耶稣的讲道篇当中的第2篇第一篇在13章，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是第2篇是来到了雅典。好，那保罗他运用的策略呢，就是先认同他们，称赞他们对宗教上的热情。那他也借由他所看见这个卫士之神，那就是这个雅典娜雅典的这个意思。好，那你们在敬拜，但是呢，他点破他们，你们连这个不确定、不明白、不认识的神都在敬拜，但是保罗呢，他有一个确定、认识、明白的神要介绍给他们，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但这位神呢，他是主。他不住在人所造的殿宇当中，因为在希腊雅典有这么多的殿宇，这么多的神庙，但是这个神呢，却不用接受人的供奉，那他们却把神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26节说他从一本，那和本翻成一本原文是一，那现在这本修订版说成一人，他从一人，那一人是谁呢？是亚当造出了万族，就有亚当、夏娃、赛特这些的该隐、亚伯，使他们散居在整个地面上，并且为他们预先定下的年限和居住的疆界。这样做是使人来寻求神，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神。其实神与我们每个人相距不远所以保罗运用的策略简单、清楚、明了对这些喜欢思想而且呢有见识喜欢追求知识的这些雅典人来讲呢，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启发。那
28节，保罗还运用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诗人的诗啊，好，这个诗呢，诗人大概是在主前4世纪，所以他的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好，叫做亚里达斯，好，那他运用他的诗句，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那这个他虽然不指出他的名字，但是指这位神。那你们诗人说我们也是他的儿女，好，所以保罗不仅引用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经典，他也会引用的是希腊人的经典，好，所以可见保罗在当时所受到的学问，那他也来到了这个雅典。既然好，所以他就好让他们认同保罗说我们都是这位神所生的，这位未世之神所生的。既然我们是这位未世之神所生，就不应该以为以这个未世之神的神性，像人要用手艺心思雕刻的金银石像一样。好，就是我们是他生的，我们就会长得有神的样子，所以神呢不是这个雕出来的这些具奇形怪状的样子，有这个人面狮身啊，或是半人半马，好，或是其他的形象，好，而是一个神就是人的形象。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没有追究。那这个蒙昧无知的意思就是说，神忽略那无知的时期，好，就是人还没有找到神的时候呢，神并没有追究我们，好，就是说神对我们生气。那保罗好在这边是把这个福音的门开得很大，好，就神不是要定人的罪，反倒是神如今却吩咐到处的人，各处人都要悔改，要一个回转向他，好，而不是不认识他就把他晾在旁边。31节，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好，这里指的就是他所设的耶稣是基督啊，好，是要设立的人，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并且使耶稣好，使他好，就是指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所以这是路加记载保罗的第2篇的传福音的讲道，好，是在雅典的地方，好，那他也说中雅典人的心了，好，所以保罗的讲道好是有备而来。好，最后再请明文带我们来读32到34节。他们一听见保罗说起死人复活的事，有人就讥笑他，另有些人说：“我们希望再听你讲这件事。”于是保罗离开了议会，有些人成为他的同道，做了信徒，其中有亚略巴谷的议员杜尼修，又有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妇人和另外一些人。好，谢谢。好，那这个讲到的结果，在雅典的结果呢，好，其实没有跟其他地方很多人都来，因为毕竟这里的人好充满各样的神明，充满各样子的思想哲学啊，但是倒是一句死人复活引起他们的关注，有人讥笑就是完全不相信，但也有人引起兴趣，好，说我们想要继续了解，继续听。好，那保罗就离开了亚略巴谷，好，但是呢，也有人成为他的同道，好，同道就是跟从他，好，来信了耶稣，好，其中呢有一位在这里亚略巴谷的议员，好，那叫做杜尼修，和本是丢尼修，好，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给酒神，好，给酒的神明，好，做酒神的儿女啊。好，那他也信了耶稣，据传这后来成为雅典的第一位的主教丢尼修，还有一位妇女叫做大马里，那大马里的意思呢，好，这个是叫小母牛，好，小母牛，好，那但是他资料很少，好，所以有男有女，好，有弟兄有姐妹，有议员有百姓妇人。好，那今天这段17章的经文呢，好，我们要消化很多的地名、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历史、很多的背景，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好在这个当时学术的殿堂在雅典的亚略巴谷，好，那他运用上帝给他的智慧来为耶稣做见证，同时也带领人信主。虽然没有看到辉煌的成果，好像只有2个人，好，但无论如何，好，那保罗也已经在这里做了上帝要他所做的事情。那我们看见保罗策略向犹太人传福音，就是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他向外邦人希腊人传福音，就是运用着智慧让知识让耶稣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面，来接受耶稣是救主。那我们看见他到了这个庇尼亚
到了这个庇里亚的人是比较开明，心灵比较尊贵，那帖撒罗尼迦呢，跟庇里亚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开明，可是帖撒罗尼迦却留下了前后书，这2卷书呢，让我们可以明白关于耶稣再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预备。那同样的，哥林多和雅典比较起来，那哥林多也没有雅典人的高贵尊贵啊。但是留下了哥林多前后书，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心思是在这一群迫害他或是让保罗心痛的地方，却都留下了宝贵的教会书信了。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明文，也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路从马其顿半岛的北边来到了马其顿半岛的雅典，那也看见主你所当初带领的保罗一行的同工，是在被迫害当中、被逼迫当中，不断的继续向前，也是带着勇敢还有带着主的同在，能够把福音不断的来传出去。也求主今天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祝福我们今天一切所做所到之处，也愿上帝看顾保守。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